好，大家好，又再喺空中同大家見面咯喎。今次我就用簡單啲嘅講法，心本無一物嘅意思。如果你哋嘅心真係本無一物嘅話，咁就能回歸本性。本性係不動嘅，本性一動搖就係妄心，唔係本性嘅心。本性嘅心都係不動嘅。所謂死，心不息啊嘛。又有冇聽過死性不改呢？性改變嘅話，就係妄想嘅心啦，唔係性嘅本心。大家記住啊，心一遇到境相嘅時候，心不自心，因境故心；境不自境，因心故境。心本無生，因境有，前境若無，心咪冇啦。心境運行靠六根，六根靈敏就靠六塵，六塵出入顯六識，而呢組六識就係我哋嘅六根、六塵、六識嘅根塵識嘅識。呢個識咪係我哋嘅意識咧？原來我哋嘅意識只係認知，唔係認識啊！冇錯啦，意識係認知，唔係認知。認知嘅知要學習嘅，唔學習點樣認知啊？係啊係啊，唔去學習點會認識嘅？原來意識嘅識只係認知嘅咋。離地中國人嘅中文字每個字我都識晒啦，but 師傅開始中文字就乜一切我就唔識解咯。唔止你啊，我隔籬嗰位師兄佢係教博士生嗰位老師嚟嘅，佢都要問過我啊。哼，師傅開字嘅中文，佢有啲都唔係好理解，問我點解喎？哼，我就大膽啲，細細聲話佢知，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啊！嗱，牙刷仔，我話俾你知啦，我喺大學咧係教資訊管理嘅。最近咧，史丹福大學發表個全球最優秀頂尖嘅2% 嘅學者名單，我榜上都有名嘅。而我指導嘅博士學生咧就有6個。嗱，我雖然讀翻書咧，但係我中文程度絕對唔差。不過呢，師傅嘅開示係佛祖留俾我哋嘅心法嚟嘅，係需要用心去聽先至能夠明白嘅。咁我哋點樣用嗰啲心法呢？就首先呢，要用謙卑嘅心同埋虔誠嘅心去諦聽師傅嘅法，然後深入嘅思考同埋理解。所謂入心深入嘛。好多謝你啊，趙格華老師，你能夠喺度講出用謙卑嘅心嚟聽經聞法，仲帶動啲師兄弟用心深入嚟聽我嘅說法。好，我就講解頭先所講嗰7段，原來係用倒裝語嘅文法。第一段，心遇境相，心不自心，因境故心。因為個心着咗個境相，咁啊唔係自己嘅心咯，就叫做心不自心。第二段，境不自境，因心故境。由於心對境嘅緣故，你話個境會唔會知自己係個境象呢？第三段，心本無生，因境有喎。頭先都講過，
心係本性啊嘛，性不動噶嘛，又點會生出個心呢？所以就叫做心本無生，但因境有喎，咁就見境心又起，心一起動念，咁咪唔係本性啦。第四段啊，前境若無，心則無。以上呢段應該唔使解啦吓，係咪？以下係第五段，心境運行靠六根。六根大家都知道啦，係眼耳鼻舌身意啊嘛。耳根係前五根嘅核心頭目，叫耳心根，又名獨頭意喎。啊，獨頭意，我解一下師傅。獨頭意係六根之中嘅阿頭，只有佢先至能夠為佢啲五根兄弟作出認知嘅主意，因為佢係獨頭意嘅意心根。個心見到景象，咁咪心境運行靠六根嘅第五段啦。再講第六段，六根靈敏靠六塵。六塵前幾集都解過噶啦，但係有啲信眾冇試聽過，咁啊真係唔識解噶喎。啊，當家師道論，你試講解一下。多謝師傅俾個機會我。六塵就係色聲香味觸法呢六塵，每一個塵都有內外法塵嘅功能。例如眼根一睜開，意識嘅外法塵功能見到景象嗰剎那，呢個意識嘅識就係根塵識嘅識，只係認知景象嚟㗎咋，但唔認識景象為何物。意識嘅外法塵隨即光速咁快交俾意識嘅內法塵進入心底嘅意心根。意心根即係意識之根，喺根塵識嘅範疇，呢個識都係認知嘅識，唔係認識嘅識嚟㗎。好，小仙到你啦。係師父，我用耳根嘅內外聲塵嚟代表。當聽到外法塵嘅聲音之前，外法塵嘅聲塵就唰一聲咁快，耳根嘅內法塵之聲塵功能立即收到，迅速間傳入心底嘅意心根之意識心，而呢個識都係認知而已咋。好，你兩位，一位用內外聲塵嘅功能令耳根感受，另一位就用眼根嘅功能嚟接觸內外色塵嘅功能，兩者真係各有千秋。仲有以下鼻舌身意呢四根嘅根塵識，就睇下大家能唔能夠用以上嘅方式，如此類推嚟剖析一下啦。好，嗱，七仔到你啦。係師傅，等我攞個手機出嚟先。哦，師父，佢犯咗指規，仲唔俾我捉到你？寺院嘅規矩係唔准攞個手機出嚟答問題嘅。哼！啊，我又醉咗，唔使講啦，禮佛500拜啊嘛，拜完500拜先至有飯食啊嘛。哦，唔係噃，我都冇用手機答個問題，咁犯咩指規啫？哼，等我帶翻部手機先。嘿嘿，小千，你咁樣屈我，你又算唔算犯咗指規呢？吓？好，我保留追究你嘅權利。嗱，第7段，你哋唔好以為我唔記得咗噃。嗱，聽
聽見啊，綠藤織入就顯綠織啊，而呢個綠織係根藤織嘅織啊，織非織，自名織啊，呢個織係名將嚟嘅咋，嘿嘿，我學得甜唔甜師傅嘅口吻呢吓？牙刷仔啊，要謙卑啲，周到。仲有啊，根藤織前五織嘅織啊，都係認知嘅咋，唔係認識嘅織啊！你哋唔好搞錯啊！又記住，我哋第六織嘅意織啊，都係認知嘅咋，因為喺阿媽嘅肚裏面嘅意織，逐啲逐啲咁認知，出咗世先至去學習啊嘛！一學就即刻識啦，叫做學識啊嘛，唔學又點認識呢？咁啊係喎，唔學又點識呢吓？真係抵你牙刷噶牙刷仔。唔使講啦，師傅話要謙虛啲啊嘛。好啦，再講。而家冇六根靈敏，六情嘅織入。有可能有綠織嘅名將出現啊！仲有啊，綠織嘅第六意織啊，都係認知嘅咋。咁又認知啲乜嘢啊？牙刷仔，哼，你咁咪真係啊！黃師傅咁用心講俾我哋聽，認知啲乜嘢？認知今日嘅主題係根塵織啊嘛！好啦好啦。大家提聽一下，你哋嘅根塵式認知之後，再深入到認識而又不着根塵式嘅運作，咁就能夠得到背塵合覺啦。啊，認識根塵式而不着，咁就能夠得到背塵合覺。咦，新嘅名相喎。等我寫低佢先。何謂背塵合覺呢，師傅？嗱，大家聽住啦吓，背着凡塵，離開世俗，契合覺性，便能見性成佛。哇，正喎！背塵合覺，原來可以成佛噶喎。如果大家唔明白背塵合覺嘅話，就原地踏步，回歸翻背覺合塵。吓？背覺合塵？咁就真係要揾翻毗盧遮那佛嚟幫下手至得啦。毗盧遮那佛點樣先至揾到出嚟呢？毗盧遮那佛根本都冇離開過我哋，只不過我哋係背覺合塵啫嘛，即係將自己嘅覺性背在腦後，面對着花花世界塵勞嘅生活，咪孭住覺性嘅心性，又怎能見到聖心呢？聖心，我明白啦，見唔到聖心，咪即係背覺合塵啦。杜夢，你都幾有見地。咦，杜婷，你先舉手，請發問問題啦。請問師傅，頭先都講過學識呢兩個字，究竟學啲乜嘢呢？識又識啲乜嘢呢？學咪學死啦！學死？你唔好以為死唔使學啊！識最緊要識學，學識死去邊啊！我知，死都要死去毗盧遮那佛嗰度啊嘛，係咪？你知，你認知係唔夠徹底嘅牙刷仔，只得個知字係去唔到毗盧遮那佛嗰度噶。最緊要學識點死，同埋識死去邊，就要學識理解法理嘅理念。每個人都有不得一死嘅時候。啊，
一指？乜指一指都仲唔夠啊？仲要指多一指？指係冇 take two 嘅噃，冇理由指多一指噶。一聽你咁講，就知你有誤解。不得一死嘅不字，就係你學識攞畢業文憑嘅畢字，係代表完結篇。呢個畢字仲有另一個意思喎，畢竟終歸得一死啊，咁咪不得一死啦。係喎，對唔住，係我冇帶眼認字啫。仲有以下，大家要用心記住，臨命終時，觀照毗盧遮那火嘅法門，學識一心不亂，靜心念佛，假以時日，便能達到花藏世界嗰度相遇，唔係在花花世界嗰度相見啊！大家學識啦嘛，學識嘅話，咁就在花藏世界相見啦！毗盧遮那佛，拜。